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有一个小男童，真有可能是去互伊的亲生父母活活苦毒到死。这个囡仔才3岁，被发现的时阵，规身躯伤痕累累，已经昏迷了。送医抢救10外天，也是救无倒来。解剖这个尸体，发现小男童的头壳内出血，脑水肿正严重，加上伊的视网膜嘛来出血。检察官认定小男童的父母涉嫌重大，已经甲2个人收押。厝边斗讲，这小男童自细汉就是阿嬷在带，想袂到父母才甲接转去无偌久，就出代志咯。南投一个3岁查甫囡仔，顶个月21号，规身躯着伤昏迷，送去病院。想到治疗10外天了后，因为伤甲受严重过身，若是安怎安尼？敢若是因父母害的？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安农分局通报辖区有3岁的林姓幼童因遭生父推倒昏迷。解剖发现，查甫囡仔头壳内眼脑膜出血，够严重脑灌水，视网膜出血，骹手嘛拢有真侪钝伤。已经昏迷去啊！伊甲心理护士书，你家己心脏。隔壁讲，查甫囡仔是双生啊，伊有一个阿兄，毋过伊自细汉是阿公阿嬷带，哥哥是爸母带，因为阿嬷身体无好，爸母才甲伊接转来带。厝边头尾的人就伫咧讲，囡仔的老母较疼阿兄，所以阿嬷才会甲小弟接来照顾，想到爸母接转去，会发生危险的代志。双胞胎哥哥的部分是由阿公阿嬷照顾中。检方调查认为，爸母拢已经涉案，2个人已经封押起来。若查甫囡仔阿兄是阿公阿嬷来照顾，社工和警察嘛加紧关心。提醒民众，若是有发现敢若苦毒囡仔行为，会当靠113通报，无得卡会当个救着囡仔的命。